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体验的是客家柿染工艺。在新竹新埔以柿饼加工闻名，以前除了果肉之外，其他都没有用处。10多年前，有人发现柿皮、柿子的汁液可以做成燃料，在这边给大家低调质朴的印象。从手机套、衣服到包包，光是褐色就有这么多的变化。这是新竹新埔的文创产业柿染，耐洗、耐晒、内敛又质朴的颜色，就像是大家对客家的印象。而柿染也有着客家爱物惜物的精神，因为整颗柿子物尽其用，完全不浪费。那冷染的布呢，因为它是柿汁、柿果的汁，它的胶质比较重，染出来的布呢就比较硬挺。好，那竹染是用皮，它就比较柔软。好，那我们一般用柿皮染的布呢，我们就会做服饰类，整颗柿果都可以。柿汁、柿皮跟柿叶，因为柿染有了价值。而为了让大家也都爱上客家这一项绿色工艺，社区居民当老师教大家 DIY。那这个呢是用柿汁，柿汁是我们的染剂哈，然后我们用柿汁，用笔呢沾柿汁，用刷用刷的方式。用不同的定色剂，就会产生不同的渐层、不同的变化。现在的新埔不只是以柿饼加工闻名，柿染更提升了柿子的艺术价值。好，那我们看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广，这么多年来，柿染也被大家都也非常的认同，也非常的肯定啊。那现在就是成为我们新埔柿染的在地文创产业。如果遇到不是柿子的季节，社区民众还开发了植物染。怎么折、怎么绑，不同的技法都会有不同的图案。剪根剪头你话创对了哈，你俩打根打创对了，你话创对了。把作品放在染锅里面煮，轻轻搓揉就能够均匀上色。小火煮上30分钟，大家都很期待自己的作品出炉。效果真好，好美啊！每个人做的作品都很特别。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因为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。新埔社区的居民努力发展特色产业，不但增加收入，也让客家艺术跟大家零距离。渐层的光谱里，看见客家的质朴，体会新埔的特色。手做的幸福染上温柔的亮盒，揉捻慢煮，唯一的感动时刻。